我呢啲野生子牙茶都係非常之難買啊！曾經10幾年之前做過一次，跟住咧一落都比較難買下，唔係紫荊茶唔好紫荊茶唔係咁嘅，呢啲係古茶樹，即係過幾百年嗰啲都變成紫色嘅嚇，所以今年環境都冇機會俾我真係買到呢啲。都咁樣，好開心。點都可以啊嘛，咁多茶有一個問題，點解呢啲茶呢10幾年唔做咧？因為其實好簡單咧，都買唔到，因為呢啲比較精嘅花青素含量特別多，所以茶園嘅好中意，唔係淨係好中意，咁多茶商、茶園、茶友都好中意啊！所以今年都可以滿足到一部分茶友啊，產量都唔高。即係雖然一開始到做茶啦，都比較艱辛嘅呢批茶，唔可以話呢批茶其實咧因為好少嘅。你睇下邊個有緣分同呢個野生子牙茶有緣啦，都知道中國好茶經過過呢批野生子牙茶係非常之經典嘅典故，好環保。不過唔會太多人有機會可以擁有呢啲茶。當然啦，如果你同呢個茶有緣嘅，佢茶佢自然會嚟玩你啦。咁如果你同啲批貨冇緣嘅，咁就等下一睇啦。呢類茶花青素含量係咪高啲嘅，所以變成咧佢成瓶茶係偏黑色嘅嚇。咁蒸完嗰陣時咧係紫色嘅嘛，咁做成成品之後咧佢係深啊，所以呢種茶嘅功效咧係某啲茶種咧係唔會有，而且真係比較稀有。品古樹茶，玩中6號。